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艳牧师。11月24日，呼召与勇气时，我们站在你这边。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3章6到10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2章4到6节。恩赐有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侍奉有多种，却是同一位主所赐；工作有多种，却是同一位上帝赐给每人工作的能力。美国有一位作家兼执行总监，他这样说：团队合作的好处在于总是有人站在你这边。奋斗的人生旅程中，有人站在你这边吗？更重要的是，我们站对边吗？今天的经文，我们持续来看尼希米他在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工作的分配。我们今天来到了古门，从3章6节，我们看到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和比索代的儿子米舒兰重建耶沙拿门，也就是古门。那他们怎么样子把梁门扇都给安置好。接下来呢，再介绍了这个7节的基遍人米拉提跟米伦亚顿，以及基遍和米斯巴城里的人修造下一段。基遍人这个在哪里听过啊？我们等一下来看哈。还有接下来就是银匠制香料的哈拿利亚在下一段知道宽城。第9节我们看到户尔的儿子管理半个耶路撒冷的利法亚修造了再下一段。第10节我们看到哈鲁摩的儿子耶大雅修造了再下一段，靠近他自己的家。然后哈萨尼的儿子哈图修造了再下一段。我们读了这么多人名或者是他们什么人，我想我们听到了也记住了，一直重复的再下一段，再下一段，再下一段，是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真的是很美我们看到这里几乎出现了，你如果从这个3章你给它算一算，再下一段，再下一段，其实这是紧接着，虽然我们在不同地方，但心却是一致的。即便今天我们的经文落在是在建造古门其实是应该算是旧的已经老了的门它是荒凉着城墙，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城墙，仍然是神所看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要给我们的这个样子的保护跟尊严，因为门分别为圣是很重要的。那么由谁来建造这个是也是很重要，对吗？我们有看到今天这段经文特别吸引我们的应该算是有这个基遍人，对不对其实不管是基遍人或者是米伦人或者米斯巴，其实他们都不是那个就是同一个族的是不同族的甚至他们的工作也不一样也有银匠有这个打金子的但现在来打石头，也有制香的现在都来做水泥匠因为要盖城墙。虽然工作大家以前不一样，但现在大家都是所谓的斜杠人生只要我们愿意贡献一份力量，其实所有的我们的天赋的能力是源头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特别在教会，我们说这个不是我的长才我相信这个建造城墙不是这些人的长才但他们愿意，因为那个我们人的能力
源头在于神，神决定每个人有不同的能力，我们要彼此来帮补。特别我们看到尼西米他们是更是一段一段一段，谁都不能缺呢。这真的是在团队彼此能够合作，彼此要能够信任，不是增进相辅相成。但讲到信任，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人，叫做畸变人。畸变人记得吗？其实他们叫做欺骗人。怎么说记得吗？其实在今年年初，我们其实有看到约书亚记当所有的迦南人都被约书亚杀光，只有畸变人欺骗人没有被灭住。为什么？他们用欺骗的，他们知道以色列人很厉害，那迦南人都被杀光了，他们就假装这样穿得很破烂面包也发霉然后他们就来跟以色列人求情，说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们要来跟你们签约我们互不战争以色列人没有先祷告，就好了就签了签完了以后才发现，哇，真的是欺骗人这些畸变人其实他们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的当地人可是他们已经发誓，就是不杀他们。这个约书亚就很气，记得吗？还咒诅他们永远要做奴隶的在约书亚记9章22到23节这样说，约书亚招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你们离我们很远呢？其实你们就住在我们中间呢。现在你们是被咒诅，你们中间的人必怎样？断不了做奴隶，为我神的殿做劈柴这个挑水的人但是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现在他们一样参加重建耶路撒冷，所以欺骗人的还是可以回来重建。我们看到3章7节，其实音乐牧师看到这里是蛮感动的。建造成长其实是需要彼此相信，其实是要信心。信心能做的事情，我们一般人其实是不能做。我们对一个有错的人、欺骗人的畸变人或欺骗人，我们怎么跟他们重建那种信心？怎么样子跟他们可以一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呢？这个是一个团队的考量，这是一个团队的彼此信任的关系。今天我们看到尼西米愿意相信他们，因着他从神的领受，他们也愿意彼此紧密的结合，像是一个身体。就像我们看到罗马书保罗所说的，教会就好像一个身体，把教会建造起来，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多肢体，像我们今天祷告 RPG 的经文一样，我们互相联络做肢体，紧密。所以在这段的经文一直说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一环扣着一环。我们联络得是百节各按其职，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那么我们这个肢体，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就会渐渐长成。我们在爱中建立起自己，我们也彼此建造。我们还记得吗？这句话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组织起来，因着主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彼此可以站在一起，但我们彼此可要站对了，要站在神那一边，不要我们团队合作是抵抗神的，哎呀，那就可惜了，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我们在神呼召给我们的这一群就是我们去听神命令，我们去听神呼喊我们起来吧，团结起来，在信心的根基下，
我们团队合作，我们彼此站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我们站在神这一边，我们团队合作，让神的教会在这时代真的是能够成为影响人，一个影响力中心，一个福音的中心，宣教的中心。这个团队我们有份吗？好不好？我们来默想，尼希米的团队让人最佩服的是什么？我们如何调整自己，与人有良好的团队合作，一起奔跑前路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也让我们能够回应你。我们一生的呼召就在于，主，我们要为你而活。我们的生命，短暂的生命，我们才会有意义。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也是我们才能的源头。我们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我们与主你是合一的心，即便我们每个人恩赐不同，但我们有同一个圣灵。我们侍奉或许有很多种，但我们都是同一位主所赐，我们也为同一位主而努力。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合一，我们跟主你合一，我们跟主你的团队合作，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我们活出你团队的光辉，让我们成为这世上的光。光来了，黑暗就不在。谢谢你呼召我们与你一起努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可要站对边，站在主那边，那么我们的人生是得胜的，我们的人生是得力的，我们会是每一天都有主的平安与喜乐，活得精彩，活得扎实，越活越有能力。我们下次见。